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打造爱情产业链，但是议员陈志忠是伫个面册打出着相片，讲坐爱之船，沿线拢是粪扫废弃物，阁会当闻到真臭的臭味。讲即款的爱河是要安怎吸引着观光客呢？主管机关水利局讲，是因为水沟的粪扫伤多，若是落大雨，就会甲粪扫拢冲入去爱河。除了会加强清除，嘛呼吁民众唔通阁甲粪扫结落水沟底咯。这里是高雄爱河，居民抱怨呢，只要下过大雨之后呢，整条爱河都是又臭又脏。一礼拜来，伫高雄爱河河面上看到拢是粪扫。议员陈志忠坐爱之船的时阵，发现讲，哪会安尼？这不是只有油污呢？粪扫规大堆，有塑胶杯啊、茶棒，还阁有亲像大盆的菜脯。这整理来只是爱之船，感觉真无浪漫。我听吼，还有当时伊个风杯刷白用啊，就看到杂工会给他们走了。有下雨的话就会比较脏啊。陈志忠质疑造成爱河拢粪扫的原因是顶游源头无管理好势，水利局解释，主要原因其实是水沟粪扫上多。大家发挥公德心哦，不要把天地啦，或者是随手的一些垃圾杂物啊乱丢吼，降雨的时候，会产生有污染的情形。爱河是高雄的景点，游客拢会来这耍。虽然市府强调会加强清理，不过预防的动作是毋是无够确实？才会每届若拄着落雨，就会出现像安尼粪扫一堆的景象。